讀書唔多咩？係咪？政務官都做咗20幾年啦，係咪？仲有一樣係良知，知識經驗加個良知呢個係最緊要嘅。所以我哋希望先就訓練啲青少年個知識，同埋佢出嚟搞事嘅經驗。我哋真係搞事噶嘛，啲僆仔出嚟係咪？好勇嘅而家我哋而家每一次遊行，我哋嗰條隊一定係最多人紅衫，好得人驚喎！好似今次7日，淨係我哋嗰條隊行極都有喎，成1000人喎，我唔知喺邊度湧出嚟嘅喎，係嘛？跟住6·4嗰次有500-600人喎，嗰條隊，即係呢個同過去嗰種組織動員咧唔同，嗰啲政黨組織動員就分擔制，譬如佢民主黨佢有咁多個地區支部，每個支部交人，交50，呢個交100，交唔到100啊，交唔到140咯，咁樣喎，打電話嚟通知個支部，通知啲人去遊行喎。我哋而家唔係喎，我哋而家就係喺個網台，係嘛？吹雞，一係就短信傳播，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發短信俾佢㗎嘛，係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嗰個形態都改變咗，成個組織動員嘅形態，同埋成個香港未來你睇到嗰個即係嗰個政黨嘅發展咧，其實個空間好窄，但係成個社會你睇到嗰個社會嘅脈動咧，同傳統嗰種已經係唔一樣。因為而家有咗呢啲新媒體同埋嗰個資訊咁發達，哇！香港大陸共產黨頂唔住啦，係咪先？係嘛？我哋喺大陸有社民連會員嘅喎。自由行就上嚟揾嚟翻嚟揾幫主嘅咯喎，大佬，幫主我佛山嚟嘅，仲咁嘅幾得人驚啊！你話咪就係靠個互聯網啫嘛，就係佢聽我哋啲網台節目啫嘛，聽下咁佢覺得我哋嗰啲過去大陸嗰啲電台節目就係咁簡單啫嘛，有得比較就得㗎啦，係咪？你只要資訊自由流通，有得比較人咧，就一定識分邊啲係啱，邊啲唔啱。等於而家嚟美國留學嗰啲人，除非佢負有特殊任務，如果佢用理性良知嚟分析，佢喺一個自由嘅角度，佢就自然會比較。點解喺美國、加拿大發生嗰啲學嘢好平常嘅，喺大陸係好不尋常嘅？係咪？即係正如我頭先同我記者講嘅，成日最近我都好中意引述咧鍾祖康嗰個講法，好過癮嘅。我哋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多元嘅社會，係咪？又經濟繁榮，係嘛？教育普及，資訊又自由流通，法治又健全，司法獨立，係嘛？我哋而家仲喺度爭論緊，究竟幾時有普選？係嘛？美國、加拿大人哋喺度爭論緊，究竟應該民主黨上台，喺共和黨上台啊？左啲啊，右啲啊？係嘛？派多啲免費午餐啦，定係要收多啲稅？人哋喺度爭論緊呢啲。人哋嘅爭論就係我哋究竟係食麵包啊，定係食大米？我哋喺度爭論緊食飯啊，定係食屎？咁你冇理由中意食屎㗎嘛？係咪先？係嘛？我哋喺度爭論緊幾時有普選咧？應該有普選啊，民主好唔好啊？係嘛？係咪好奇怪？大家咪覺得好奇怪？我哋要打破呢種迷思咯，所以係咪？有啲人成日話香港唔係一個國家嚟嘅，咩民主啊，大佬？你係一個特區嚟嘅，咁我加州係一個國家嚟嘅咩？呢個州長啲人一票選出嚟嘅，咪好荒謬嘅咩呢種理論？但呢種理論有市場喎，吹漲喎，係嘛？大陸經濟好好啊，係咪啊？咁我哋即係香港得到佢好多好處喎，香港得佢咩好處啊，大佬？搞幾多分辨啊，家庭變故幾多啲二奶殺晒落嚟，係咪？仲有我哋每一日去大陸24小時通關，啲香港麻甩佬仔喺大陸野遊所使嘅錢遠遠超過大陸自由行嚟香港使錢啊，大佬！喺一個深圳1000幾萬人口，其中有300幾萬係嗰啲特殊營業嘅桑拿啦、卡拉 OK 啦、陪酒啦嗰啲，係咪？冇香港執笠啊嗰啲。呢啲現象大家唔知，就扮唔知。仲有香港啲吸毒咁犀利，僆仔喺大陸索 K 嘅，間卡拉 OK 都有隻碟俾你㗎，唔係俾個杯你嘅。幾大鑊啊！你話係咪？即係呢個所謂交流密切融合嘅好多問題有啲人成日叫上海遲早取代香港啦，國際金融中心有排啊，大佬！你去上海有磁浮列車啊、高樓大廈啲飯店。哇！5星級啊，咁跟住啲女又好靚嘅花枝招展啊，但係人嘅質素好低嘅，排隊一路打尖嘅，一路隨地吐痰。軟件唔得啊！你有個 infrastructure 都冇用，你軟件人嘅教育人嘅質素唔得啊嘛。有排啦，佢要用金融中心，你又唔見佢嗰啲咁嘅大陸嗰啲即係國營企業走去上海上市，點解要嚟香港揾水咧？嚟香港上市，香港穩陣嘛，金融監管比較健全喺上海，政府可以伸隻手落去噶嘛，內幕交易乜都有得貪官咁多，係嘛？買隻股票都招不保值啦，係咪先？除非你有內幕消息啦，邊個買？係嘛？有監管都死啦，一個金融海嘯雷曼都執得笠啦，係咪？
所以即係香港人其實一定要珍惜我哋自己而家所擁有嘅呢啲所謂資產，係咪？而家我哋最大問題，如果我哋嗰個民主進程仍然係咁慢，跟住中共喺香港影響力又越嚟越大，係嘛？再加上嗰啲即係法官咧，嗰啲鬼佬法官一個退休走晒，你剩翻嗰啲中國人法官，你就一定撲街㗎啦！我話俾你聽，個司法獨立就受到嚴峻嘅考驗。所以我哋成日打咁多官司，其實我哋真係好大貢獻。我哋成日試啲法官，真係㗎，你明唔明啊？成日試啲法官，所以我哋即係其實希望都係大家明白嗱。當然我哋都有好多缺失啦，有好多嘢都做得唔夠嘅。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即係努力啊，做好啲。但係可以同大家保證咧，我哋係會繼續堅持落去嘅。请问黄先生可不可以讲普通话？还好。我知道黄先生今天有今天的这样影响力，肯定也是10年磨一剑。黄先生你思才敏捷，口才了得。哎，谢谢。毕竟有很多人，但是不能像你一样，这样有很多年轻人也一样。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有没有培养你可以继承你衣钵的人？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知道黄先生是立法会议员，同样你还有个身份，也是一名基督徒。我想知道你是在生活当中如何融入这两个身份的。我是很想看黄先生写的历史方面的书，但是你没有带。好，谢谢你。谢谢你的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培养人才的问题，我们不大喜欢用大陆那个讲法接班人。这接班人很多时候是钦定的、指定的接班人，很糟糕。这中国人老是到年龄了，他也不愿意退，然后他说我还没找到接班人啊。所以我们是要相信一个制度，让制度来这个让这个所谓职位啊、权利啊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承传，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社民联有一个年轻化的计划，我这个主席的任期到这个明年的1月底就完成，我就不会再参加竞选这个主席，会让我们下一个梯队的人去接，然后我们也要规定。我们现在的中委，我们这个党的里面的这个所谓权力核心，平均年龄不能超过35岁。还有我们现在也可能修改会章，让我们的公职人员最多连任1届。不过这个很有争论性啊，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党的发展。如果你说，我做2届就要退下来，然后下面那个也接不上，那怎么办呢？那个位置又被人家抢走了，然后对党呢有影响。不过我们对这个在议会里面这种席位，我们不是把它排在这个第一优先。我们第一个优先是做这个地区工作，做社会运动啊。那这个要让很多年轻人可以参加。第二个就是你说我写很多历史，我做过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节目，也写过很多历史书。我希望有机会也可以继续，因为我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比较有兴趣，对国民党、共产党这个历史特别有兴趣，也做了很多研究。所以我想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在我的网台上面，因为很多人要求我在网台里。